受疫情影响，物价起价，新竹市对7月份开始，老人共餐的补助对一顿52块增加到70块，因希望时代会当食饱搁食好营养。灶骹当咧无用煮饭炒菜，免偌久时间，好味的料理一项一项捧出来。时代把摆咧准备要领便当，看到菜色，大家拢真满意。今天的菜特别好，做得很健康，不会油腻这样。有营养有卫生就好了。新竹市自104年开始提供时代共餐的服务，迄时阵是参考学校营养午餐费用，特顿补助33块，108年调整到52块。这3日考虑到疫情影响，加上食材起价。7月开始，补助被提高到70块。很多长辈因为小孩或者是家人都去上班，他中间常常就是吃的不营养，甚至就是一个便当吃2餐。那我们希望就是说，在我们所有的人力跟所有的社福照顾，都能深入每一个社区。当地里长讲，即马买菜成本确实价较相当，好佳在业者知影食材是要予时代共餐使用，拢加减算较俗。这个提悬食材费用，对因来讲，确实帮助真大。记者对君豪新竹报道。